他看到我之前的表演哦，就他说有别于以往的演出，生动有趣，引人开怀，哇，他百是人中都能好，与观众也有很好的互动。我爸说，我认为这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。还有互动。他说：“署名，若想要更成功，就要感恩谦卑，不可狂妄自大，身体一定要顾好。这是爸爸的初衷勉励。我的船在7点30分出港，愿大家平安。” 加油！我们加油！谢谢你们！把这首歌拉前去！首先。